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8月19號。自8月開始，美匯指數處於大概99.40至到100附近嘅區間窄幅上落。即使非農就業數據同埋消費物價指數均有放緩嘅跡象，但市場仍然保持對加息嘅預期，只係將時間推遲去到12月，令到美金未能進一步向下突破。短期內，美匯指數仍然保持喺高位徘徊，或者帶嚟趁低吸納外幣嘅機會。自今年2月起，現貨金價對美金由紀錄嘅高位大概5600蚊美元，一度跌至大概3900蚊美元。但係7月中旬之後，金價轉跌為升，並升穿持續4個幾月嘅下跌趨勢，逼近200天嘅移動平均線大概4514美元。但係鑑於黃金具備對沖通脹同埋美元轉弱風險嘅特性，我哋將黃金納入投資組合作為對沖工具，同時亦都視黃金係潛在回報嘅來源之一。紐元方面，7月紐西蘭央行加息25個基點至到2.5厘。現時市場預期今年紐西蘭央行或者加息50個基點，加息幅度係主流貨幣之中最大，或者幫助紐元重拾升軌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